寵物經濟殺入餐飲業，政府推出容許狗隻進入食肆嘅制度，喺2026年7月9日正式生效。全港首批超過940間食肆正式獲批容許狗隻進入。你有冇諗過點解香港近年突然開始講寵物友善呢？Hello， 歡迎收睇好字當下，我係好字。有啲人可能會問，點解今次只係得狗狗可以進入餐廳，咁貓貓又得唔得呢？其實原本法例主要係禁止狗隻進入餐廳，而唔係針對所有寵物嘅。之所以會咁樣設計，係因為香港喺1980年代出現過瘋狗症嘅，之後法規就一直以狗隻為重點管理對象。至於貓貓同埋其他嘅寵物，法例並沒有同樣要求佢哋唔可以喺食肆嘅區域出現。點解喺政府推出容許狗狗進入食肆嘅制度之前，有啲商場餐廳已經可以俾狗狗同埋主人一齊食嘢呢？有啲商場會用一個休憩區或者半開放空間，唔喺食肆牌照範圍之內，再由餐廳提供外賣形式嘅食物俾狗主同狗狗一齊喺嗰度用餐。呢種做法某程度上係利用咗商場私人處所同埋食肆牌照範圍之間嘅空間位，屬於過往一直存在嘅灰色地帶。簡單啲講，咁樣係走緊法律啦。咁樣唔單止係一條新法例，背後其實代表政府開始正式承認寵物唔單止係家庭一部分，仲可以成為經濟活動嘅一部分。政府嘅思路其實好清楚，就係希望推動寵物友善場景，等商界可以創造新嘅消費模式。餐廳、商場、零售、交通、住宿以及內容媒體都可能因為寵物經濟而出現新機會。政府喺2025年施政報告提到，全港超過24萬住戶飼養貓或者狗隻，總數超過40萬。有業界亦估計，香港本地嘅寵物市場已經達到100億港元左右，並預計喺2030年有機會增加到160億港元。根據彭博產業研究，全球寵物經濟預計到2030年將突破5000億美元。10年前，好多人養寵物可能淨係着重佢哋嘅糧食，慢慢擬人化嘅趨勢出現。寵物爸爸媽媽將佢哋嘅毛孩當成人嘅 baby 咁樣嚟撫養。baby 啱啱出世，一定要接種疫苗，仲有初生健康檢查，買定保險就最有保障啦。baby 大個啲，搵個導師訓練佢嘅行為同埋社交先，教佢出街點樣同其他朋友仔相處。baby 着嘅衫梗係要靚要 cute 啦，有時同爹哋媽咪一齊着父子裝、母子裝，仲可以放上 IG 記錄成長過程添。baby 食嘅嘢梗係要最好啦，要進口嘢，純天然，無激素，同爹哋媽咪一樣都要食健康保健品噶。baby 梗係要做美容啦，雖然 baby 美容可能貴過媽咪做 facial， 但都係值得嘅。baby 年紀大啲，可能要睇下醫生，做下物理治療、針灸，好彩有買保險啫。baby 要去彩虹橋啦，要好好搞個告別儀式。講下，我都好掛住以前嘅 baby 黃豬豬啊！寵物一生嘅時間比我哋短，喺佢哋嘅告別式之前，梗係想佢哋參與多啲我哋嘅日常生活啦。而當寵物開始正式走入日常生活，市場就自然由寵物經濟進一步演變成人寵共融。你見到港鐵推出寵物乘車票，越嚟越多寵物友善商場出現，方便主人帶住毛孩行街、食飯、消費。仲有發展商開始推出人種共融嘅住宅社區，代表寵物已經慢慢融入城市空間、社區設計同生活模式，即係佢哋慢慢可以同人一齊搭車、一齊行街、一齊食飯。如果再講深一層，呢個現象其實反映緊一種更大嘅趨勢，叫做陪伴經濟。所謂陪伴經濟，就係大家越嚟越願意為陪伴呢件事付費，即係人想買到安心、連結同埋被陪伴嘅感覺。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係香港越嚟越多 DINK 家庭，即係雙收入冇小朋友嘅家庭。當生活壓力大，養育下一代成本高，好多人就會選擇將資源投放喺自己同伴侶身上，去享受人生，提高生活質素。喺呢種生活方式之下，寵物就慢慢變成陪伴、情感支持，甚至係家庭成員嘅一部分。再加上現代城市生活節奏快，工作壓力大，好多人未必有好多時間同朋友見面，
寵物自然成為生活裏面一個好重要嘅情感出口。所以養寵物已經唔只係鍾意小動物咁簡單，而係一種生活選擇。今次好多謝貓貓咖啡貓啡俾我喺度拍嘢啊！貓啡係旺角最大嘅領養貓咖啡，有幾十隻貓陪你一齊食嘢㗎。呢份全日早餐都好用心啊，連多士都係貓嘅形狀。最有意義嘅係你可以喺呢度領養貓貓㗎。近年寵物經濟入面升得最快嘅一環，可能就係寵物科技同智能照護。隨住單身家庭、雙薪家庭越嚟越多，除咗請個姐姐帶佢散步之外，越嚟越多自主都希望，就算無孩，自己留喺屋企都可以過得舒服啲、安心啲。Good boy, Leonard. 主人一離家，小狗打開音響，播放搖滾樂，搖頭晃腦。不少飼主都想知道寵物自己在家都在做什麼。現在一款黑科技能夠隨時掌握毛小孩的生活。掛在項圈上的小巧裝置可以說是寵物界的手機，它結合攝影機、GPS 定位與 AI 行為偵測。業者親自示範，只要毛小孩做出特定動作，手機就會自動連線。Simulation about the pet jump 3 times. Yeah, you can simulate the call. So we can accept. You can automatically accept. So, hello, can you hear me, my dear cat? So let's work. 當系統判定貓小孩在呼叫，主人手機就會響起，甚至能自動接聽，直接與家裏的貓貓狗狗視訊對話。其實，在今年的 MWC 大會上，寵物科技已迅速崛起。於是，自動餵食器、自動貓砂盤、寵物智能穿戴裝置、健康監測系統呢類產品就開始越嚟越普及。而再行前一步，市場已經唔再只係賣單一硬件，而係開始做成一個完整嘅寵物數位生態系。所謂寵物數位生態系，就係利用物聯網、人工智慧同大數據，將寵物嘅健康監測、醫療記錄、日常行為，甚至情感陪伴串聯埋一齊，變成一個一站式照護網絡。換句話講，市場唔只係想知道毛孩食咗幾多、瞓得好唔好，仲想進一步預測健康風險，提早做出照顧安排。呢類系統通常有3個核心方向。第一，智慧穿戴同健康監測，產品唔再只係計步或者記錄活動量，而係可以追蹤找鬧頻率、抖頭次數、姿勢變化，透過數據分析，提前睇到毛孩有冇潛在健康問題。如果再配合自動飲食器、飲水機同其他智能硬件，系統甚至可以記錄進食量、飲水趨勢，變成一套更完整嘅日常健康管理工具。第二，數位醫療同健康履歷。以前寵物睇醫生，資料多數散落喺唔同診所，而家越嚟越多平台開始將疫苗、過敏紙、檢驗報告電子化，建立可以跨診所使用嘅健康記錄。對自主嚟講，呢種做法唔單止方便，仲可以配合遠端照護同線上諮詢，甚至延伸到保險核保同理賠，令寵物醫療正式進入數據化年代。第三，情感陪伴同遠距互動。有啲智能攝影機可以做到面部辨識，自主就算唔喺屋企都可以遠程睇住毛孩，甚至同佢互動。再進一步，仲有新興技術會用 AI 去保存寵物生活歷程，或者透過數位畫框、虛擬影像記錄毛孩成長記憶。呢一步已經唔只係照顧，而係將陪伴變成可以被記錄、被延續嘅數位體驗。所以今日講寵物科技，已經唔係單純講一件智能產品，而係講緊一個由安全、健康、情感串成嘅完整閉環。對自主嚟講，呢啲產品買嘅唔只係便利，仲係安心；買嘅唔只係科技，仲係同毛孩之間更長遠嘅陪伴方式。就好似每個狗主都希望狗狗可以陪佢哋食好多好多餐飯。當狗狗可以正式走入餐廳，呢件事表面睇只係一條新制度，但其實佢背後代表嘅係一個城市開始重新定義乜嘢叫家庭，乜嘢叫公共空間。寵物由禁止進入變成有條件共用，呢一步唔只係政策轉向，
而係價值觀嘅轉變。但問題係，當我哋講人寵共融，香港真係準備好未？公共衛生、空間管理、社區包容度係咪都同樣跟得上？定係我哋只係行緊一條經濟優先嘅路？你又點睇呢？歡迎留言同我分享。日見天際，哲思當下。如果你鍾意呢類從日常出發、深度思考社會百態嘅內容，記得俾 like、訂閱同分享啦。我哋下集見。